咁啊，之後第六題啦，咁佢就有三嚿嘢嘅，問你邊句説話係錯嘅。嗱，第一件事，三嚿嘢咧，佢哋嘅 molecular formula 咧都係 C5H12嘅。咁換言之，其實它們都是 iso 嘛，咁所以 A 係錯嘅，所以 A 咧就係錯嘅，因為它們都是 iso 嘛。B 它們都是 saturated 嘅 hydrocarbon，咁係啦，點定義嘅咧？你只要冇 CC double bond 或者 CC triple bond 啊，咁就係噶啦。咁啊，的確係喎，所以 B 咧其實都係錯啦。OK，所以 B 係啱啊，所以 B 係啱啊，因為係 saturated。咁啊 C，they have the same empirical formula。咁啱啱講大家都係 C5H12。着到最簡就係 C5H12啦，所以 C 都係正確的。咁三個都啱咧，答案就係 D for dog 噶啦。咁但係點解錯咧我第一個打錯咗，A 係正確嘅，sorry。好啦，咁 D 點解係錯嘅咧？咁因為咧大家嘅 molecular size 咧，我會當係差不多。咁所以真正影響 boiling point 咧，就係個 molecular 嘅 shape。P 就直鏈嘅，就會係最強嘅 van der Waals force，所以應該係最高嘅 boiling point。咁 R 就最似一個球體 spherical，就最少個 contact 嘅 area，所以 R 咧應該係最低嘅 boiling point，所以咧應該係 P 最高 R 最低先啱嘅。咁啊同佢個 order 咧就有錯啦，所以 D 係錯誤的，答案就係 D for dog。